弟兄姊妹你好，野牧者與你喺過往嗰2-3個星期咧，都同你分享咗關於點樣面對一啲嘅軟弱啊，或者係苦難啊、受苦啊等等啊。所以你要記得嗰個題目係要忍啊，或者蒙召原是為此啊。在之前我哋講關於呢個嘅受難節、復活節啊，都講到苦難。今日咧，好想同你更加具體講一個人嘅見證，同埋聖經點講。呢個記載喺聖經哥林多後書12章9至10節嘅。如果我讀俾你聽嘅時候咧，我相信咧你會好熟，你可能都好中意呢個經文嘅。但係呢個就係點樣去面對緊困難。聖經係咁樣講嘅，他對我說：我恩典夠你用，因為我嘅能力是在人嘅軟弱上顯得完全。哇！你係咪好中意咧？他對我說，我諗你知道邊個講㗎啦，係咪？係耶穌同保羅講。哇！係咪真係冇得頂咧？呢句説話係咪好正咧？我哋好中意咧，甚至乎可能你將呢句説話俾好多人嘅，或者你都會諗過嘅，即係話我恩典夠你用，我能力咧喺軟弱人嘅身上顯得完全。可能你會同人講，或者會同自己講，好想同你去思想下，呢個經文係俾到我哋一個乜嘢嘅信息，或者我哋應該係點去諗，點去反應。嗱，你會聽到頭先我講係9節同10節嘅。第9節或者上嗰部咧就係講，他對我說：我恩典夠你用，因為我嘅能力喺軟弱人嘅身上面顯得完全。呢個耶穌同保羅講，一個好一個種個人嘅同保羅講嘅説話。保羅面對緊極大嘅困難，跟住保羅就反應啦。佢聽咗呢句説話之後，佢反應係點樣啊？我唔知你聽咗呢句説話，你會反應係點？但係保羅反應係咁啊，所以我更喜歡誇我嘅軟弱，即係唔容易係咪？誇軟弱，誇我軟弱，好叫基督嘅能力覆庇我。當然保羅佢知道我誇軟弱，因為基督嘅能力可以覆庇我。因為保羅回應緊耶穌講嘅説話，佢話我恩典夠你用，因為我能力咧能夠喺軟弱人身上顯得完全，所以保羅好願意。但係更加重要嘅，保羅更加具體講咗關於軟弱。佢話關於軟弱係點樣咧？話我為基督嘅緣故，就以軟弱、凌辱、急難、逼迫、困苦為可喜樂嘅。我諗係好唔容易，你諗下，保羅講話我更喜歡誇自己嘅軟弱係啲乜嘢咧？軟弱係啲乜嘢咧？佢就係講緊係軟弱、凌辱、急難、逼迫、困苦，係講種具體嘅，就係呢啲嘅事情為可喜樂嘅。你諗下得唔得？你再諗下啦，如果你好中意呢一個經文，我恩典夠你用，因為我能力喺軟弱人身上顯得完全。如果你唔係面對緊呢啲軟弱嘅，你點會講呢句説話？你唔係面對緊呢啲咁大嘅困難，保羅所講頭先嘅軟弱、凌辱、急難、困苦、逼迫。如果我哋唔係面對緊，我哋點可以去擁抱呢個説話？我哋想唔想咁樣？可能我第一樣嘢最好唔好啦，甚至乎我哋可以諗辦法點樣去逃避，甚至乎我面對緊嘅時候，可能第一樣嘢我哋都會有好容易有負面嘅思想。我哋會諗點解要咁樣？正如上一次或者上嗰2次去講忍。
即係原是係對我哋有福嘅，係可喜樂嘅，或者係講我蒙召原是為此，哇！就係話俾佢聽係正嘅、好嘅，因為想話俾我哋聽，我哋有神嘅生命。而保羅就係一個活生生嘅見證，因為佢面對緊好大嘅軟弱，因為之前講佢面對緊佢自己嗰個嘅刺啊，嗰種嘅辛苦、嗰種痛苦、嗰種困難。聖經冇講係乜嘢，但係對嚟講就好難、好痛苦。所以耶穌同佢講：我恩典夠你用，因為我能力喺人軟弱嘅身上顯得完全。所以保羅要回應，保羅做咗個決定就話：所以我更喜歡誇，係更喜歡啊！哇！即係咩意思啊？More than happy， 哇！即係冇得頂，即係好願意嘅，好願意誇自己嘅軟弱，因為佢知道呢一個嘅軟弱，呢一個頭先所講嗰啲嘅凌辱、急難、逼迫、困苦，係帶嚟佢經歷耶穌，帶嚟佢明白佢呢個生命嗰種嘅不一樣。所以佢最後尾講咩啊？我幾時軟弱，我就幾時就剛強。佢睇見呢個生命就係咁樣，就正如過往同大家分享喺彼得前書第2章同第3章講緊受苦嘅原因、軟弱嘅原因，就係俾我哋睇得到，原來我嘅生命係可以咁緊要嘅。呢個就係神好想俾我知道，我哋係有生命，我哋係唔一樣嘅，我哋係有呢種能力嘅，我哋有神佢嘅性情嘅。其實我哋都面對緊呢啲軟弱，保羅就係好活生生嘅講出嚟。當然，耶穌同保羅講同樣嘅都同我哋講，當我哋面對緊好難嘅處境嘅時候，佢提醒我哋，係我恩典夠你用。不過我哋要記住，就係唔係純粹好浪漫咁去哇去咁樣諗，係記住當我哋去面對緊困難嘅時候、苦難嘅時候、逼迫嘅時候、逆境嘅時候、資源唔夠嘅時候等等嘅情況，我哋能夠去睇見耶穌喺度，佢能力會幫助我哋，以至我哋會睇見我哋有呢種生命嘅承載，無論我哋個人或者係教會都係咁樣，因為教會係我哋每一個人組成，我哋地制教會，所以當到我哋去話，我哋更喜歡誇我哋軟弱嘅時候，唔單止我哋個人會誇我哋軟弱，因為我哋知道耶穌恩典夠我哋用，耶穌嘅能力會顯得完全，讓我哋能夠榮耀神。神因為基督嘅緣故，讓我哋生命能夠榮耀佢，以至我哋能夠可以去經歷神。希望咧，我哋真係能夠好好嘅去再咀嚼下呢個我哋好中意嘅説話。我恩典夠你用，因為我嘅能力喺軟弱嘅人身上顯得完全。希望呢句説話能夠放喺我哋自己生命嘅裏邊。我哋好嘅咀嚼，好嘅經歷，跟住再諗下，能唔能夠好似保羅咁樣講，所以一路講落去咧，希望我哋能夠好好嘅去思想呢段經文，就係有一個回應。點去回應耶穌講我恩典夠你用，我能力喺軟弱人身上顯得完全，我哋能唔能夠有一個嘅目標或者一個心志，就係好似保羅咁講，所以我更喜歡誇我軟弱，我願意去誇我軟弱。一個人唔會誇嘅，我哋會誇嘅係一啲哇，好多人覺得哇，我點叻法啲，我哋會誇我哋軟弱，好叫基督嘅能力放俾我，讓我哋能夠好嘅思想。耶穌對保羅講，都同樣對我哋講，
我恩典夠你用，因為我能力喺軟弱人身上顯得完全，讓我哋一同去經歷。願神賜福你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